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彼得幣家伙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？朝早瞓醒覺，個人完全提唔起勁，然後心裏邊爆咗一句出嚟：究竟邊個發明返工㗎？又或者咧，你喺公司返緊工，隔離嗰個同事咧突然間講：唉，真係唔明白點解要返工。聽落去咧，好似係呻下或者喺度講笑咁樣，但係其實咧，呢啲説話咧反映緊我哋對現代奴隸唔係勞動制度嘅無力感，同埋係一種潛意識嘅反抗。首先想講下咧，返工本身唔係一件壞事嚟嘅，佢係文明進步嘅副產品嚟嘅，係人類進化出嚟嘅合作機制。佢背後有一套好合理甚至好美麗嘅邏輯，就係咧透過分工合作去幫人哋解決問題、創造價值，然之後獲得回報。我哋將佢儲存起嚟，喺將來換取返人哋嘅貢獻，進行交換價值，令到所有人都可以受惠。咁具體啲咧，就係咧，首先有人發現喺市場上邊咧有啲未被滿足嘅問題，於是咧佢就創立公司，建立一啲制度，開一啲職位出嚟，揾人一齊完成呢啲任務。呢啲人咧就叫做企業家。咁我哋返工咧，就係喺呢個團隊入邊貢獻你嘅時間、精力、技能，幫社會解決一啲具體嘅問題。無論你係送外賣、寫曲、剪頭髮、設計 logo、出貨、執貨，每一份工其實都係幫人解決緊一啲問題。而當你幫人解決咗問題，提供到價值之後，你就可以收取報酬。呢個就係最基本嘅價值交換。咁點解咁多人唔想返工呢？其實大部分人唔係怕辛苦，而係怕辛苦完之後嗰個收穫唔成正比。當然啦，有啲人係又怕辛苦，又能力又低，態度又差，咁嗰啲人當然係唔抵可憐啦。但係我想講嘅咧，就係大部分人嘅情況。最主要嘅問題就係我哋嘅剩餘勞動力，即係我哋返工獲得嘅報酬，扣除咗我哋日常嘅開支之後，剩低嘅就係儲蓄。呢啲儲蓄不斷被通脹所稀釋，而且我哋係毫無抵抗能力嘅。譬如你日日返工計埋搭車，每日10個鐘努力工作，但係人工咧平均每年只係升3至5%，但係租金啊、樓價、物價呢啲平均每年大概係升7至10%。咁最主要係因為我哋收返嚟嘅人工唔係實際嘅金錢，而只係貨幣。貨幣同金錢最大嘅分別就係貨幣係儲存唔到價值嘅。好多人覺得自己每年都加人工，以為自己儲緊錢，但係其實只係睇住自己嘅努力不斷被蒸發。唔單止生活質素冇改善到，而且距離我哋自己嘅夢想亦都會越嚟越遠。其實我哋輸嘅唔係能力，而係輸喺個制度嗰度。最荒謬嘅係咧，我哋除咗返工之外咧，仲要被迫去學投資。因為作為一個理性少少嘅人都會發覺咧，如果淨係儲錢嘅話咧，我哋嘅購買力咧只會不斷被稀釋。所以有好多人咧都選擇去投資，但係更加多人咧就會由投資變成投機，甚至係賭博。本身作為一個打工仔咧，返工已經夠攰㗎啦，咁返到屋企咧，仲要用本身陪屋企人嘅時間，或者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嘅時間去研究投資。其實本身可能好多人只係想穩穩陣陣保存自己努力返嚟嘅成果，但係而家連呢樣嘢都變得好奢侈。今日嘅總結就係，本身返工唔係一個問題。點樣儲存個價值先係個問題。分工合作其實係文明嘅進步嚟嘅，但係如果個制度係懲罰創造價值嘅人呢，咁個制度就要檢討一下。創造價值唔應該係被懲罰，而係應該被尊重、被鼓吹。最後俾一個好消息大家，就係咧，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個更加公開、公平、公正嘅系統去儲存我哋用生命血汗換取返嚟嘅價值。OK， 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歡迎留言、理性討論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OK，下次見，拜拜。